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导演谢碧林的后生谢丁环，受邀请到苗栗来演讲。演讲前，煞收到承办人的奶，讲伊靠老爸底宴，就会当食一世人。事后承办人请辞，主办的苗栗教育处的处长甲科长嘛请罪处分。啊，馆长张东锦邀请谢丁环会面甲会室礼。谢丁环嘛甲馆长求情，希望卖处罚甲遐尼啊重。 真的还是感谢你的宽宏大量。没有，谢谢县长。苗栗县长张东锦将已经过身的导演谢碧林后生手甲压掉，的表示歉意。很感谢县长，就是好像为我就是出一口气那种感觉。第二是谢丁环10月接受邀请去苗栗县管理的图书馆演讲，在演讲前受到活动承办人的消息，写讲谢碧林导演的后生30岁，挖困老爸底宴对当食一世人，伊真生气，直接就离开。消息一个公开了，承办人员已经施政，教育处的科长已经记过，处长自请处分。谢丁环认为讲，安尼处分伤过头重，所以讲甲张东锦求情。帮处长、科长说几句话，就觉得他们。 就是希望县长可以帮我们重新处理，对。咁咪因为有求情，处分就会改变。现在社会都在关注了哈，我也不能这个太悬丝哈。当然，那钱已经求情了哈。那当然，我想我们考纪会，那当然他们也会有所考量了哈。我还是会尊重考纪会。不过代志发生后，敢若有迄一天伫现场听演讲的民众伫张东锦的面前写讲，当时承办人有约这个谢丁环甲会室的，好谢丁环大声用5字经甲应。 其实那时候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，所以我也不确定我到时候讲了什么。那时候好像是因为他冲出来拉我吧，所以我就很生气。感受讲骂5字经，谢丁环无讲明。两人会面结束了后，谢丁环佫直接落楼骹参加县政府的反诈骗记者会，甲张东锦坐做伙。张东锦强调讲，好这个谢丁环是委屈在厝的会室里，有关承办人员敢有这个机会佫留落来，以尊重考纪会决议，若是留落来，卖改掉其他的单位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